今仔日礼拜进前，咱来串联两条信息第一条即条伫古信息内底有说，咱大家拢真实十字架顶耶稣受钉死伫诗篇29篇第2节安尼讲，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互伊，用圣洁的装塔敬拜耶和华所以伫即个所在，咱即条规个诗歌伫遐来学乐伫遐来感谢感恩咱的耶稣伫咧十字架顶头来受钉死，总是咱荣光归伊的名即条诗歌的作词的人 Hoffman 是一个真特别人伊伫咧信息内底伊是做足侪的信息。伊差不多写2000条的信息，出50本的迄个诗歌集即条诗歌呢，伊作曲的人是另外一个 Stockton 总是伊家己本身 Hoffman 本身伊嘛是一个音乐家，伊也会真会晓来吟诗比较特别的是，即个 Hoffman 伊虽然伫音乐的顶头的迄个造诣足深的伊是安怎来？伊无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总是因为伊的爸爸妈妈同款是牧师，福音派牧师，因兜一个真特别的迄个情形，就是每工拢有家庭的礼拜，每工伫咧家庭礼拜中间伊的爸爸甲妈妈就带全家伫遐来唱圣诗，因为圣诗诚做因礼拜中间真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伊真细汉的时阵，就迄个所在伫遐来受到父母的教导，受到即款的迄个圣诗的迄个熏陶所以伊真对即个圣诗有真有特别的迄个喜悦喜好，所以伊家己本身嘛写真侪的圣诗伫咱即条诗歌伫十字架顶耶稣受钉死流出宝血洗我罪清气所以伊这伫咧迄个副歌内底讲，荣光伊的名，荣光伊的名，荣光的伊的名，所以咱伫即个所在是讲，咱做礼拜中间，咱就是荣光一切归互咱的天父上帝咱做伙来唱拢总3节。
伊家己毋是干会晓写词尔吼，伊家己嘛是一个作曲者。所以伫咱信息内底，咱阁有一条你减有就君吼，主互伊甲你写清气吼，147首，就是即个 Hoffman 写词，阁写曲的迄个歌吼。咱来看下面一条，即条303首，对咱来讲是新的信息内新的迄个诗歌吼。总是吼，咱嘛足熟的吼，主我要学努力，因为伫诗篇9篇第1节、第2节咧讲，我要专心感谢耶和华，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我要伫你欢喜快乐。至悬的我要学努你的名。所以咱实在，咱的生活中间，咱若充满感谢，充满学努，咱的生活就会当得到安怎真大的迄个快乐。咱有即个快乐，除了学努伊，咱嘛会服侍伊吼。即条的，即是法国的迄个作曲家吼，所写的词曲吼 ，Brazil 吼，即个人吼，我真少安尼拄着迄落，看到迄个音乐家吼，即个人吼就是全部都是管乐，伊是一个迄个萨克斯风吼，萨克斯风的迄个吹奏者。伊讲哦，家己本身伫咧音乐学校，佫教啥？教迄床蹦吼，佫教吐巴吼，迄个土巴号。真大迄落，拢是迄个铜管乐器的即款的人吼，总是伊嘛伫遐咧安怎？伫遐咧领诗歌吼，所以咱毋茫不管你有啥物款的温书，咱做伙来到伫上帝面前，咱做伙来一切来献互主。即条咱足熟的，主我要学努力嘛是3节第1节是讲主我要学努力第2节就伫遐讲，我真实听你，学努力，我听你。过来就是因为咱听伊来回应主的听，所以我也要服侍你。这就是咱服侍真重要的一个态度好，来心来敬拜上帝。
今年是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请大家关心甲祷祷甲奉献。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上主，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胆敢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115首，圣诗115首，请起立。
这是用许多圣经修订版做伙来告别咱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打坐全能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同的教会，净土相通，对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文62篇来应答上帝话。启文62篇，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智、和谐的感情，唔通自私自利，嘛唔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唔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转摒空家己，取罗卜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了敬重耶稣的名，一切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永远的上帝，我们学罗你，因为你是自然而然、永远伫地上帝，你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阮的光、阮的拯救、阮的活命的气力。天是你的宝座。地是你的脚台椅，你的智慧长阔关深，你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是世上唯一的真神，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息到万世代。我们感谢你，因为阮一切拢对你遐来，无一样毋是你想事。阮的性命。阮的家庭、阮的财富、阮的职业、阮的工作，阮世间人算啥物？你竟然笑脸我，用你的独生子赏赐这个世间，互见若信你的人，袂话定论会顶着永活。确实，阮时常袂记你的恩典，无将你放伫阮心中的第一位。阮时常专务伫世上的代志。贪恋世上的荣华富贵，阮也时常骄傲自大，无够谦卑，以为人用人类的智慧科技会当赢过一切，却毋知上帝有讲比人较有智慧。伫咧这世间有侪人还未信主，甚至有足侪人毋捌听过福音。这世间有侪善良人、善车人。智慧水拢伫阮的四周围，求主你互阮一粒敏感、佫灵敏的心，
愿意用基督的心去关心人、疼人、帮助人，也想使阮有勇气、甲智慧。毋捌你的人来宣扬福音，因为只有上帝才是这世间唯一的主宰、唯一的真神。人要得救，除了以耶稣以外，无别路。阮也为了这新冠的肺炎，伫咧全世界甲台湾，继续个流行来恳求基督，求主你来怜悯，紧紧来平煞这个病毒，互伊无搁继续来威胁阮。对这个流行病来看出，阮人类的软弱甲有限，小小一个病毒，互阮经历2-3年，并靠阮所挖过的智慧甲医疗科技，也无法度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安尼，阮减有能力来对抗，这个已经互阮破坏大尽的大自然，将来要带来灾害。阮也恳求你来阻止乌克兰甲苏联的战争，互伫咧战火中的老百姓，会当无搁受战争所带来亲人的死亡、家庭的破碎、无眠无日的惊吓，也是到处流浪，过有一顿无一顿的生活。阮真正恳求主你的怜悯，赦免阮的辜负，也赦免阮的罪。阮诚心拜你以上祈祷，这是阮若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吟讲。愿伫天里的父，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地地里亲像比天里，愿你的赦免我的过，亲像我也有赦免过我的人。无得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哥林多前书第9章19节甲23节。台语汉语本是伫个圣经194页。哥林多前书第9章19节甲23节，伫个194页。我对你正人虽妄是自由，也阁将家己做正人的奴仆，为着要得了人哪多，犹太人，我就亲像犹太人，要得到犹太人；法系的人，我虽然本身无属着法系，就亲像法系的人，要得到法系的人；法外的人，我就亲像法外人。要得到法外的人，其实我毋是伫上帝法外，就是伫基督的法内。软弱的人，我就诚侪软弱，要得到软弱的人。逐个人，我诚侪逐个款，一概是要救人。逐项事，我因为福音来行，就化通三甲，有份伫福音。学经到遮。请杨承彦秘书长讲道，题目是“愿做正人的仆人”。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同款要讲道进前嘛，是爱甲所有兄弟姊妹讲一声歹势，因为我的台语真正无够练长，所以你等下听到的会感觉怪怪，迄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哦。咱今日读的这段经文呢，是足侪宣教师咧讨论伫无共款的文化内底传福音的时阵，安怎甲福音讲甲有本土化。毋过，这段经文嘛，甲咱讲一个足重要的讯息哦，就是你大家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你有愿意为着耶稣基督，你去改变你家己的身份，还是你去思考你应该爱有的行为？迄是一个安怎的行为？我想保罗为着咱做一个足好的榜样。保罗伊家己清楚，伊家己因为真理，伊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真理，伊无去互任何的代志给约束。伊愿意做正人的奴仆，伊面对无共款的人，伊就做无共款的人。伊毋是为着家己去谋取福利，毋过伊嘛是甲家己讲，伊袂当互正人驳倒。所以咱会当发现，保罗讲伊啥物拢会当做，但是爱伫基督的法律内底。这就是保罗为着咱树立的好榜样。伊毋是干咧讲道、传道，伊是真正去活出伊所讲的福音。因为伊讲，伊要甲正人共款去得到福音的好处。各位兄弟姊妹，福音毋是干用嘴讲，福音是爱用见证活出来。见证毋是讲咱甲所有的无熟悉主的人咧讲咱的故事，见证是爱讲上帝伫咱的生命当中，为着伊的国度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所以咱逐个人，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对着基督的人，咱逐工活的时阵讲的话，咱的思考，咱的行为，拢咧见证咱所相信的。其实咱逐一工拢面对世界甲真理内底的拉扯，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这个世界跟真理之间的拉扯。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善意的谎言。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甚至问过自己。有些时候我们会说，我们说这个谎言是为了帮助你，我们包装起来
说它叫做善意的谎言，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撒旦是谎言的父。而最糟糕的是，我们为了合理我们说的谎，美化包装我们所说的话，然后基督徒也常会讲一句话，说我们要灵巧像蛇。我们活着，咱活的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咱甲保罗同款，享受真理带来的自由。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为着耶稣基督，我们放下我们原本应该得到的权利？当我们今天读到一整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用这一段经文来检视我们自己生命的样式？有没有用这段经文来反省我们自己跟我们所活的福音有没有相同？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其实指的不是你的穿着，也不是你的外在行为。一个宣教士，他在国外，在外地宣教，即使超过20年、30年，你会发现这个宣教士，他已经会讲当地流利的语言，他的穿着打扮，甚至他思考事情的方式，都跟当地很像。但是我听到最多宣教士跟我分享的是，我永远都不是那里的人。你再怎么像，你永远都不是那里的人。所以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并不是变成那个人。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是你要去到他们当中生活，去认识，谦卑的去理解他们的文化，谦卑的去向他们学习，谦卑的让自己活出基督的福音。去年12月，阮全家伙仔去泰国中部宣教。我伫6月底的时阵，阮规家为泰国回来。今嘛开始预备，阮全家要准备去长宣哦。看到这张图，你会发现，我们所接触跟关心的对象是一群穆斯林。你会很好奇，泰国提到泰国，你想到什么？佛教、观光、好吃的冬阴功。但是在泰国有超过350万的穆斯林。在这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90%都是佛教徒的国家，有一群穆斯林住在里面，生活着。350万的穆斯林，有将近70%到80%是被歧视、被排挤的。我们家会有去年到今年6月这一段的旅程哦。是因为过去几年，我的服侍拢伫无同款的教会内底去推动宣教，去甲教会、去甲兄弟姊妹讲宣教有偌重要。毋过我家己，阮规家伙仔，其实无足侪去甲国外的经验，足侪届的短宣1礼拜、2礼拜，足侪届。毋过阮基本上，阮全家伙仔无真正伫国外住伫国外一段时间。所以过去1年，我甲我服侍的公司我请假，我带着我的太太、我的囡仔5岁的囡仔出发。要出发之前，阮经历了很多的训练、等待，因为迄阵国外的疫情就严重，学习预备、学习筹款，然后到工厂服侍。目的是希望我们作为一个推动宣教的人，我们自己能够有自己主观亲自的体验跟感受，为着能够回来推动的时候，更能够理解一个弟兄姐妹、一个教会要参与宣教，
他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他的心里会遇到什么样的挣扎。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一趟旅程当中，跟我们所想的有很多的不同。在我们参与的服事里面，有一部分的工作，一部分的工作，是去社区关怀家的弱势群体。这个妈妈，伊是住伫缅甸罗兴亚人，10几年前伊过来泰国。基本上穆斯林因住的所在，伫泰国是一个村庄大社会。穆斯林是一个群聚的一个群体。不过因为伊的身份的关系，伊甲因先生住伫泰国人为主的社区内底，所以常常去互人歧视。伊甲伊先生离婚，伊是一个单亲妈妈。伊的工课是咧卖烙猪，烙猪就是甩饼。咱伫台湾，咱嘛会食到香蕉煎饼，伊的工课就是做这。毋过伊伫社区内底，常常去互泰国人排挤。其实你泰国人是足温柔的，毋过伊对穆斯林群体，伊有一种排挤心态、歧视心态。所以伊的前夫佫常常转去厝内底，甲讨钱、拳打脚踢。阮常常咧聚会的时阵，阮甲泰国的宣教师，阮咧聚会的时阵，听到宣教师咧为即个妈妈祈祷。其实迄阵阮是无啥了解讲，迄是啥物情况哦。虽然讲常常听伊为伫祈祷的时阵讲因兜安怎，毋过阮无真正的接触伊的时阵，根本嘛毋知影即个妈妈伊活的时阵是啥物感觉。一直到阮第一届甲即个妈妈接触的时阵，听伊讲伊的故事，阮就点点坐伫边仔听伊讲话，讲3点钟。讲了，阮做一个祈祷。我们离开的时阵，即个妈妈就牵阮某的手，就甲阮某讲一句话。伊讲：只有恁愿意坐伫遮听我讲话，只有恁愿意善良的坐伫遮听我讲话。兄弟姊妹，我讲这个故事，毋是要表达阮对伊有偌大的负担，嘛毋是要去比较迄个所在比台湾更较需要。其实这个故事伫咱身躯边足侪。毋过即届转来台湾，我甲阮太太伫无共款的场合分享的时阵，阮常常讲一句话。上帝即届带阮规家伙仔去到泰国，看到伊伟大的工作。足侪人就问我讲：陈燕，你讲你看到上帝伟大的工作，是发现啥物神迹奇事吗？我讲毋是。上帝带阮规家伙仔去到泰国，我所看到的上帝伟大的工作，就是因为上帝对于世人的爱。基督因着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他差派了他的仆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当中，去陪伴、去倾听这一些人的声音，然后为着基督的名，上帝的仆人们住在那里，继续的见证上帝的爱。没有离开过他们，这是我看到耶稣在那里所做最奇妙的事情。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仆人，因着上帝的爱，被呼召去到那个地方。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我们去到国外，我一直以来都希望传达一个讯息。不是本地传福音跟国外宣教去做比较，而是我们都应该学习在传福音，不管是在本地或是在国外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相同的事情。第一件，尊重对方的文化。尊重不是爱你去同意，兄弟姊妹，
尊重别人的文化，毋是爱你去认同伊的文化，嘛毋是要互，嘛毋是叫你家己爱变做甲伊的文化共款，是爱咱合适，徛伫伊的立场，徛伫伊的角度去思考代志。兄弟姊妹，尊重别人的文化，其实无甲咱想的遮简单。甚至咱其实无啥知影安怎尊重别人的文化。安尼讲，毋是要互咱家己有一种罪恶感，是因为咱大家人拢伫咱家己的文化内底成长，我们养成了我们的思考，养成了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当我们看到跟我们文化不同的对象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去怎么样批评，自然而然就容易去比较。所以，尊重别人的文化，需要不断的自我反省。我们要不断的自我反省，不断的练习。比如说，我们刚到泰国，拄好到泰国的时阵，我住在厝内底无水啊。伫泰国，伊是要啉的水袂当像讲伫台湾水龙头拍开煮就会使，你爱特别去叫一桶一桶的水，因为泰国水利的发展不是这么好。我就甲迄卖水的师傅讲，哦，我甲你约下晡3点，请你送水来阮兜。伊讲好，我下晡会送水去恁兜。结果我等规工，我甲伊约3点，无来。4点、5点、6点无来，我就打电话互伊，我讲啥啦？你今日无来？哦，我袂记你啊。我讲好，安尼我明仔载嘛是共款3点，因为我下早啊去上泰文课，我的时间有限。伊讲好，我甲你约下晡，过来3点伊嘛是无来，4点、5点，到6点伊就出现啦。哦，6点出现，我拄好要出去，伊就甲水缸来。我就足好奇的，因为我泰文无够好，伊嘛袂晓讲英文，要安怎？我就讲，我就用比的，我就讲，我甲你约3点，是安怎？你6点才来？伊感觉我问伊一个问题，足奇怪。伊感觉我问讲，是安怎？你即阵来足奇怪。我嘛感觉足奇怪，我就去问我的同工，我就讲是安怎？我甲伊约3点，伊6点才来。伊讲哦。你莫感觉奇怪啦！我讲是安那？伊讲恁拄好来泰国的人拢有即种想法。伫泰国人的观念内底，下晡时啊，讲的就是1点到6点，所以伊无迟到。伊伫下晡的这段时间，我讲毋过我甲伊约3点吗？因的文化内底，甲咱咧讲几点几分无共款。因的文化内底，甲咱讲的是，敢若以前几时几刻，下晡、中昼、下暗。是安那？因的文化互因过个撒拜，很舒服。他们的文化其实就是这样宅泱泱，很轻松的过日子。像这张相片，有一摆我甲阮太太甲我的后生，阮要去较远的所在，阮就坐计程车，因为阮看起来就是一个外国人的型啊。虽然你的肤色、你的穿着打扮，上了计程车。我就记得我泰文的老师就甲阮讲，你们要找到任何可以练习泰文的机会。我讲好，我就想我会记得这件代志，所以我甲司机就用阮拄好学的泰文，一句慢慢甲讲，阮要去倒位，安怎。啊，这个司机嘛足好笑，伊就甲我讲用英文甲阮讲话，所以我甲阮太太一直用泰文甲伊讲话，伊一直用英文甲阮回答。你就发现，迄半点钟的坐车的过程来讲，阮讲泰文，伊讲英文。要到落车的时阵，我甲钱摕互伊，伊就讲你等一下啊，我有一寡话要甲恁讲，伊用英文讲。其实恁拄则讲的泰文哦，讲甲足歹。啊，毋过我听有恁咧讲啥。毋过我想要甲你讲的是，我开计程车伫遮开20几年。毋捌一个外国人用阮的语言甲我讲话。恁拄则坐车的这过程当中，用阮的话来甲阮讲话，互我感觉
真互人尊重。啊，弟姊妹，有时阵咱知影，咱咧学语言，咱咧做一寡代志的时阵，毋是干要为着家己。咱咧做一寡代志的时阵，是因为咱看到，咱爱谦卑伫面头前。这是一个大学的餐厅，我们喜欢去这个学生餐厅吃东西，因为很便宜哦，50块泰铢就可以吃得很饱。50块泰铢大概就是45块台币，但是不要轻易尝试，因为不怎么卫生哦，它只是好便宜而已哦。大家有发现这有2个洗手槽吗？吃完之后，我们要把餐盘放回去那个洗手槽。大家知道这2个洗手槽有什么不一样吗？看不太出来。这是一所大学，它里面有很多的穆斯林学生在念书。左边的呢有贴一张纸的，那个是专门放穆斯林同学吃完食物的餐盘，而另外一边就是一般泰国人吃完东西放的餐盘。为什么要分开？因为穆斯林朋友他们吃的东西，他们所用的东西都不能沾到任何一点跟猪肉有关的。在可兰经当中的教导，穆斯林是不吃猪肉的，但是泰国有很多的食物是有猪油、有猪肉等等，就连他们炒菜的锅子都不能有沾过这个猪肉，那叫清真认证。所以在这个小细节，你就会发现尊重文化。这是有一天我们要去参加开斋节 Ramadan， 迄阵要去参加因的，就像穆斯林的新年同款，伊就邀请阮遮的宣教士去引导，因为这穆斯林甲阮宣教士的团队，阮已经熟悉足久啊。是阮甲去进前甲当地的宣教士因有足好的关系，所以阮去因的厝过新年同款。迄阵带我的囡仔去，我就咧想讲，要安怎互我的囡仔会当参与在当中。前一暗，阮就去买糖仔，因为买糖仔互我的小朋友会当发糖果给其他的小朋友。那你认为你咧买礼物的时阵，你咧买糖仔的时阵，你会用什么标准去买？好食。看起来较水，对吗？我咧买的时阵，我嘛是想讲，看起来较水，送礼物较好看，好食，选迄有牌子的。我要买的时阵，我的囡仔就甲我讲一句话，我的囡仔伊就甲我讲：爸爸，你爱注意哦，你爱买迄有清真认证的糖仔。上帝透过我的孩子提醒我。虽然你把糖果买了，包装起来，穆斯林的孩子他不知道那个是不是有清真认证，因为清真认证的标章是在外包装上面。但是你愿不愿意为着尊重他们的文化，而去改变你的思考？我第一次体会到，认真学语言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尊重对方。是为了把我们的福音讲得更清楚，许多的事情都不是为自己。尊重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你要发自内心的。我们的主耶稣生长在2000多年的加利利渔村，耶贤窟流着的是犹太人的血液，他说的是亚兰文，他懂希伯来文、希腊文，他活在一个犹太主义文化的空气当中，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年代。在那样的生活里面，你觉得耶稣要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的思维是什么？耶稣用了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的比喻，目的是为了贴近当时候的听众，他们自己能够理解的文化的比喻。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是在台湾，或者是到国外去传福音、做见证，一样都要去面对不同的文化。而且我必须告诉大家，
面对文化这件事情，往往比理论上更困难。第二件代志，就是爱去做一个有信用的人。一开始我拄则一开始就咧讲，传福音毋是用嘴讲，足侪时阵是咱安怎话的。做一个有信用的人，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实践。这是什么意思？有一届，我嘛是去拜访一个穆斯林家庭。你一定无习惯，我讲的是泰国，啊，你得看到穆斯林，很不习惯，对不对？我去拜访这个家庭，做客，他们跟我们聊天。其中一个年轻的穆斯林的弟兄，就问了我一个问题，问了我跟我同事一个问题。他说：“你们是不是跟随尔萨的人？尔萨就是在穆斯林可兰经当中所说的耶稣。穆斯林相信有耶稣，相信有尔萨，但是他们只认为这个耶稣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先知，他们不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们不相信他是救主，他们不相信他是弥赛亚，但是他们相信他是那一位最伟大的先知。他们相信亚伯拉罕，他们跟我们一样读旧约的摩西，他们都认识这些人。他就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跟随尔萨的人？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回答？直接回答，不是。这时候你要有智慧了。宣教士有教我们，在回答问题之前，你要先丢一个问题给他。原因是因为让你们能够持续探讨，因为有些时候你不知道你回答出来的这个问题，会不会就阻碍了你们接下来的对话。接下来我同事就很有智慧，因为我是菜鸟，我同事在那边待了很久，他就问他说：你是怎么觉得我们是跟随尔萨的人？还有，你是怎么认识基督教的？结果这个弟兄就说：哦，我认识基督教，拢是看电影来的，拢是因为我的历史有读到十字军东征。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到穆斯林朋友告诉我说，他们认识基督教是从好莱坞电影，是从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我一开始不相信，因为我常常在台湾听到很多在穆斯林宣教工作的宣教士告诉我说，他们会真的这样回答。结果我真的亲耳听见他们这样回答，我就说：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他说：因为基督教徒跟随尔萨是不一样的。基督教徒就像十字军东征的那一群人，基督教徒就像好莱坞电影里面演的那一些行为不检点的人。所以，当你如果回答他说：我是一名基督徒，对他来讲，你就是十字军东征的那一群人，你就是好莱坞电影里面演的那一群人。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你是一个跟随尔萨，相信只有一位上帝，而且你信奉圣经经典，他们会愿意跟你讨论信仰，因为在可兰经当中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记载的：你们必须去跟那个信奉经典以及认识先知的人对话。当你们有问题的时候，你们可以去求问他。我要讲的是，一个跟随基督、一个有信仰的人，跟你是不是个基督徒，并不是画上等号的。特别在这个文化群体里面，什么意思哦？就像在《使徒行传》第17章当中，保罗在雅典等待希拉跟提摩太的时候，他看见雅典城内满城的偶像，心里非常的着急。他在会堂当中跟犹太人跟外族人辩论。你发现《使徒行传》第17章里面经文特别用敬虔诚的外族人。保罗一直在传福音上面代表的一种态度，这个态度就是
保罗非常清楚真理，保罗非常清楚福音，所以我们刚前面来说，他活得很自由，没有任何的约束。保罗对雅典人说：“我看得出来，你们在各方面都非常的敬虔。”保罗是肯定他们的敬虔，但是请不要误会，保罗肯定的是他们的敬虔，不是肯定他们所崇拜的对象。我们学习尊重别人的文化，并不会淡化我们所要传讲的福音。如果你回去看17章的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保罗对雅典人谈论福音的时候，他是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开始介绍，然后告诉他们这个神不住在人所造的殿中，他是一个离我们不远的神，是一个我们可以寻找就可以寻见的上帝，而这个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都是他的子孙。保罗在传讲福音真理的时候，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文化去淡化了他所要传讲的信息，而是他从他们里面缺少的那一块补上去，去传递真正的真理。弟兄姐妹，传福音做见证，不需要透过否定别人的信仰来证明自己才是对的。传福音、做见证，是要讲真的东西，但是你不需要透过否定别人来证明自己才是对的，你只要勇敢的传讲正确的。大家知道，资深的银行行员哦，我们去换钱的时候，或是领钱的时候、兑换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都是有数钞机，验真钞、假钞。而早期的银行行员还没有数钞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可以在数钞的过程就知道哪一张是假钞，就这样点，就知道哪一张是假钞。你认为他们真的很懂假钞长什么样子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摸过的真钞比假钞还多。因为他们摸过的真钞比假钞还多，所以他一摸就知道假的是什么样子。保罗的方式在教导我们传福音，要从认识对方的文化开始，不是一开始就侃侃而谈自己的立场、自己的态度。传福音是一个过程，重要的是要让人可以思考、提问跟讨论。在跟宣教士生活这半年多，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一件事情：咱是有目标的，伫遐生活。阮是爱有目标伫遐生活，毋过阮毋是有目的去爱遐个人。我们是要有目标的在那里生活，但是我们不能有目的的去爱。传教士为着传福音，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因去到遐，是因为耶稣对遐个人的爱，所以耶稣派遮个宣教士去到内底，去做伊的仆人。就像腓立比书这段讲的。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道成肉身。基督教信仰当中最有力量的，就是道成肉身。我们不论在哪里，不论对谁传讲福音的讯息，我们都要活着像道成肉身的基督一样，将我们所相信的道努力的活出来。我们不只是信仰的实践者，我们更是与不同文化之间的搭桥者。那弟姊妹，咱传的福音是甲上帝好好的福音。咱所传的福音是甲人好好的福音，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像仆人的样式，把这个福音带到人群当中，这一个与神和好、与人和睦的福音，一个充满真正盼望的好消息，就不会在这个世界当中出现。
我们在面对我们服侍的对象，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些穆斯林朋友，传福音的对象，我们要活得像仆人的样式。但是在同工、在侍奉的团队当中，我们也要像个仆人。这是我们在泰国的团队，我们里面有6个国家的人，台湾来自6个地方哦，国家跟地方哦，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德国还有一个地方泰国。我们在这个宣教工厂的团队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文化、语言、做事方式、习惯、脾气、价值观全然不同，所以我们一定会有冲突。我们一定会有冲突，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完美。我们这个团队人不多，但是很可爱。我们知道我们不完美，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需要彼此，我们需要互相的服侍，我们需要成为互相的仆人。就像马太福音20章教导我们的，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的用人；谁愿为所，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做仆人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容易，因为做仆人是要完完全全的顺服你的主人。作为仆人，你不会对你的主人说“可是”“如果”“但是”“其实”。我们有没有对我们的上帝说过“可是”“如果”“但是”“其实”“假如”？这是一个我非常敬爱的灵修神学的神学巨人卢云神父，他说过一段话。他说：“基督呼召我们，要以我们自己的无能为力来服侍，不是依靠势力才能。在真正的无能为力之下，我们才可以跟别人连结在一起。”跟软弱的人成为团队，让上帝亲自引导。弟兄姐妹，承认自己的软弱非常的不容易。承认自己的软弱，需要在一个愿意接纳软弱的环境当中，他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感。一个真正能够接纳软弱的环境，就是这一些人也明白自己是软弱的。我们不完美，我们的软弱才能真正的直接见证了上帝的刚强跟全能在我们当中，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在侍奉谁。服侍的时候，我们太容易只专心在我们做了什么事，而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就是去成为什么。我们往往只重视我们做了什么，却忽略了我们要去成为什么。耶稣给了我们一条最重要的新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因为他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的彼此相爱，众人就能够看见我们是跟随基督的门徒，然后我们就成为那个真正有信仰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所跟随的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主。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并且我们要学习活在不同的群体，去见证那个差遣我们来的基督。见证他的方式，就是我们必须谦卑的寻求主，让他爱世人的心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后，我们要祈求主怜悯我们那种自以为的基督教优越感，
并且将自己看成是一个仆人的样式，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所侍奉的是主耶稣。每一年，我们都会纪念把福音带来台湾的马偕博士，纪念在台湾建立育幼院的孙理莲宣教士，甚至去感念影响华人世界的戴德生。但是我要说，要纪念这些宣教士最好的方法，不是只是办音乐会讲他们的故事，而是去传承，去做他们一样在做的事情，去做跟他们一样的事情。这是纪念宣教士最好的方法。数以万计宣教士所做的事，很多时候并不是去收割，而是去松土。有一次，我跟喜欢种花种草的一个宣教士朋友聊天，他告诉我说，很多人常常会抱怨那个地方是福音硬土，那个族群是福音硬土。但是陈燕，你知道吗？我们种花种草的人，从来不会去埋怨土是硬的，我们只会想办法怎么把土松开。没有福音硬土，只有愿不愿意去松土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去成为那个松土的人？我们愿不愿意去支持那一些去松土的人？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我们愿意去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待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差遣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见证了差遣你来的那一位。你差派你的仆人去到世界各地，去到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地方，见证你自己，见证你的爱从来没有离开。主帮助我们以仆人的样式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带着任何的目的去爱、去实践，但是让我们有目标的生活。那个目标的生活，就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主帮助我们有一个仆人的心志、态度、样式，让我们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在世人面前见证的是你自己。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有与你同工的机会，谢谢你让我们有服侍你的恩典。谢谢你使我们成为仆人，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请来读今年的金句，咱做伙来读两摆。逐项事，我因为福音来行，是予我通三甲有份伫福音。哥林多前书第9章23节。逐项事，我因为福音来行，是予我通三甲有份伫福音。哥林多前书第9章23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303首，圣诗303首，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林婉玲执事、廖伟干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报告，消息报告。今仔日两场礼拜邀请联合财传协会杨秘书长来分享，多谢杨秘书长。到牧区消息，但以你牧区今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聚会，请大专生甲社青来参加。即阵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客。好，来，咱今仔日无爱特别补充的吼，毋过就是佫提醒一届，咱9月份迄个退休会，咱原本是要举行，但是咱因为疫情，所以咱延期举办。吼，所以咱继续为着咱即个疫情祈祷，互咱大心为着世界台湾伫各地的宣教师来祈祷，吼，恳求主保守。那么为着建堂的事工，为着怀孕的姊妹，为着确诊的兄弟，吼，特别咱即波吼有几个囡仔吼有确诊，吼，咱嘛为着即个囡仔来祈祷，为着住院的姊妹，嘛为着欠安的民主姐、阿卡姐、赵雄兄、神武执事、来福姐、慧玲姐、俊贤兄、邱菊姐、邱玉姐、应轩、钟贵兄。秀恩姐、志金姐、弟雄兄、张老师、米霞姐、米兰姐、邓妈妈、龚基姐、陈基雄长老、阿淑姐、伊丽、素梅姐、方梅姐、谢丁兄、明理姐、谢平兄、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丽珍、佑庄兄、李雀老师，互咱开喙为着这个事来祈祷。主啊，恳求你感谢你创办了万主啊，为着领受一切稳定，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当切恳你的罗卜来到阮的中间，为着阮来宣讲你福音，互阮会当明白你。主啊，恳求你也使用阮，
互阮会当有目标的生活，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领受阮的恩典了，阮会当分享去甲别人分享。所以阮也要为着阮兄弟姊妹祈祷，肉体欠安尼，心灵欠安尼，求求你安慰。所以阮特别恳求你会当来解决阮真侪无法度用人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恳求你的心力之中来做工，做恳求主你来看顾大了。所以阮恳求你。主啊，所以阮感谢你。你引带侪你的奴仆去到侪所在来宣扬福音。主，阮也是即群受到福音恩典的人。伫100多年前有人传，所以阮今仔日才会当坐伫遮来领受即个恩典。主，恳求你帮衬，互阮今仔日透过安尼的一段经文的分享，互阮搁一摆受到激励。阮会当出去，阮伫阮的生活顶面，阮会当有目标生活，互阮伫传福音的顶面，也会当甲别人分享，透过阮的见证，透过阮所认捌的真理。主，恳求你赏赐互阮智慧，阮也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帮助阮，虽然阮伫世间，阮有耶稣通靠，总是有时阮的肉体真软弱，阮的心灵也需要主你的拯救。阮为着兄弟姊妹肉体欠安尼，伫住院的，也是确诊的、怀孕的。也是心灵欠安尼有担忧问题，主恳求你拢来帮衬，来照个人阮的需要来帮助阮。透过阮读经，透过阮甲属灵的朋友的分享，透过阮的祈祷，恳求你赏赐互阮快乐。主，阮也要为着世界来祈祷，帮助即个世界。虽然伊已经失去你所创造的完貌，但是阮相信主你会听悠然伫即个世界。主恳求你就引带带领。互阮会当透过阮搁较侪的祈祷，透过阮的祈祷，帮阮的行动，互阮会当伫即个世界，会当将安尼祈祷带到到所有世界需要你的人的中间，特别为着阮的遮的宣教师来祈祷，真侪宣教师因去到真侪真危险的所在，主恳求你就保守因、帮助因，也互因有智慧来所有的人来传扬你的福音。我也要为着教会建堂的事工来祈祷，恳求你赏赐互阮智慧，互阮虽然伫人无法度想象的困境的中间，犹原会当仰望你。恳求主你清楚来指示阮，阮将兄弟姊妹新的一礼拜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是，请起立来吟圣诗，圣诗397首。吟诗员请陈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